其實呢啲訪問咧都係我喺場上高走走趯趯咧先撲到翻嚟噶，希望咧就帶到現場氣氛俾香港嘅觀眾睇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我終於翻到紐約嘅屋企啦，亦都喺克里夫蘭見證咗紐約人繼1999年之後再度晉身總決賽。咁喺第四場嘅比賽咧，我都捕捉咗8位紐約人相關嘅人物，同佢哋傾下偈噶。第一個部分球迷篇，老一代咧就係著名導演 Spike Lee，中生代咧就係著名影星兼夾導演 Ben Stiller，年輕一代咧就當然係我介紹過嘅 Timothée Chalamet 啦。佢哋3位咧都係土生土長嘅紐約人，自細咧已經係紐約人嘅 fans 嚟噶啦。喺東岸瘋狂之夜咧，佢哋3位心情大好啊，就揾佢哋3位同我哋香港嘅球迷 say hello 啦。第二，名宿篇。Clyde Frazier 咧已經年過80噶啦，唔單止帶領過紐約人勇奪隊史上僅2次嘅總冠軍，而家咧仲會喺紐約人嘅場邊旁述賽事嘅。當日咧佢就聯同另一位名宿 Patrick Ewing 一齊頒發東岸獎杯。另一位咧就唔係真正喺場上面打波嘅名將。如果你有聽開英文旁述咧，一定會記得 Bang Bang。今傳奇嘅評述咧就係由呢一位靚聲王 Mike Breen 帶俾我哋嘅。多年來咧，佢都係為紐約人嘅賽事評述，已經喺2021年咧入選咗 NBA 名人堂噶啦。當然咧就唔少得成為咗香港人嘅 Stephon Marbury。嗰晚咧佢直頭玩到聲都沙晒啊，不過都好 nice 咁樣接受咗我嘅訪問，希望佢喺總決賽嘅時候揾翻把聲翻嚟啦。第三就係球員家屬啦。之前咧我都有同大家提過 Cat 嘅爸爸噶，佢就差唔多每一場咧都會捧仔仔場嘅 ，even 作客都會過去捧場。佢自己本身咧都係一位籃球教練嚟噶，當然就要問下佢見證仔仔第一次晉身總決賽有咩感受啦。最後咧就係我現役最愛嘅球員 OG Anunoby 嘅哥哥啊，雖然咧佢就怕醜唔肯上嘅，不過咧我就同佢傾過，我哋咧都好開心 OG 行到今時今日，仲有機會成為2屆總冠軍，去到總決賽咧我都會盡我所能咧去捕捉精彩一刻俾大家噶，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報道啦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